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9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8章第10节到20节，士师记15章第9节到20节，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胜。出埃及记17章记载着以色列出埃及了后第一场的战争。当因甲这个亚玛力人征战的时阵，透过摩西举手的祈祷，上帝帮助以色列人，互因来得胜。因为安尼，摩西就起一座坛，称作耶和华尼西。意思是讲，耶和华上帝得胜的旗，伫以色列人拄着大艰难的时阵来举起来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的征战并毋是第一摆。咱知影，对10个灾难、过红海、灭队兵、拄着苦水、旷野物件无通食，以及玛撒无水的试验等等，这拢是因的征战啦吼。每一摆因拢靠主来得胜。士师记记载着一届搁一届以色列人的征战，是因伫这个战场顶悬甲对敌的战争。相反，因嘛是拢得爱靠主来得胜。士师记15章第9节到20节，非利士人去扎营伫犹大，伫利希拜镇。犹大人讲：恁是安怎来攻击阮？因讲：阮来是要来掠参孙。伊安怎对待阮，阮嘛要安尼来对待伊。对安尼3000个犹大人就去伊坛的石洞遐。甲参孙讲：你敢毋知非利士人压制咱？你哪会甲阮惹遮尔大的麻烦？参孙因讲：伊安怎对待我，我嘛安尼来对待因。犹大人甲伊讲：阮来是要甲你绑起来交互非利士人。参孙甲伊讲：恁着咒诅，恁袂害我。因对伊讲：阮一定袂害你，简单要甲你绑起来交互非利士人。因就用2条新的绳绑参孙，对石洞甲伊带出来。参孙到伫利希，非利士人就惊活去，对伊大声喊：上主的神大大充满伊，绑伊的手的绳就亲像火烧过的麻绳，对伊的手落落去。伊看到一个咬袂焦的梨仔的喙皮骨，就甲伊捡起来，用来拍死1000人。参孙讲：我用梨仔的喙皮骨拍死1000人，我用梨仔的喙皮骨拍死人一堆搁一堆。讲煞就将手里的喙皮骨迄角，伊所在就叫做拉末利希。参孙非常喙焦，就求叫上主讲：既然你互你的奴仆大胜利，哪通互我喙焦甲要死，互无受割礼的人掠去？上帝就互利希他的蚵所在来离开，水就对遐来冲出来。参孙啉了元气恢复，迄个水泉就叫做温哈格利。到今仔日，阿底利希，以色列人互非利士人压制的时阵，参孙做士师20年。参孙靠着上帝的得胜，后来却因为美色来失败。参孙的代志提醒咱。性命的征战，毋是靠咱家己，是靠主才会当得胜。生命的中间有济的难题，
真济困境拢是安尼，咱袂话通做诶，只有靠主来得胜。耶稣基督伫传福音诶中间，常常来帮助人、医治人，为着人来赶鬼。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，记载耶稣医治迄个去互邪灵附身诶囡仔，因为耶稣基督医治这个囡仔，就对邪灵诶控制下面来得胜，伊得到自由。圣经里记载讲，因来到群众遐，有一个人来跪伫耶稣诶骹前，对伊讲：“主啊，怜悯我诶囝，因为伊得着羊刑非常艰苦，不时跋落火，嘛不时跋落水。我带伊去你诶门徒遐，因无法度甲伊医好。”耶稣因讲：“哎呀，毋信搁腐败诶世代，我着甲恁待偌久？我着搁忍耐恁偌久？甲伊带来我遮。”耶稣这笔鬼就对囡仔出去，伊一病随时就好去。后来门徒私底下来问耶稣：“是安怎阮无法度甲鬼赶出去？”耶稣就甲因讲：“因为恁小信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的信心若有芥菜籽遐大，恁对即座山讲，对遮山到遐，山嘛会煞去，无一项事恁做袂到。”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是信心，只要有信心，就会当成就真济代志，就会当得胜。但是千万毋通掠做是家己所做的，因为信心是咱倚靠上帝的气力来得胜。以赛亚书38章第10节到20节，我想讲，我伫壮年的时就离开世间，行入阴间的门，袂当享受我所存的日子。我想讲，伫外人的地，我袂当搁见着上主；伫世间的住民中，我袂当搁看着人。我住的所在在受疼，亲像牧者的布片受山走。上帝亲像织布的人，将我的性命卷起来，搁对织布机甲布剪长。伊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。我规暝哀哭直到清早，伊亲像使拆碎我所有的骨头，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。我亲像婴仔啾啾叫，亲像粉鸟咕咕吼。我额头仰天，目睭烟熏夜神，我受压制。主啊，求你解救我。我会当讲什么呢？伊甲我应允。嘛有安尼做，我心神苦痛失眠，郁卒过日。主啊，人靠你来活，我心神对你的应允得到气力。你有恢复我的健康，互我继续活落去。我受很大的苦痛，确实有互我得到利益。你拯救我的性命脱离灭亡的深坑。将我的罪迄伫你的骹脚后，因为阴府袂当感谢你，死亡嘛袂称赞你。遐落阴府的人袂当期待你的信息，活的人只有活地的人会当称赞你。亲像我今仔日安尼，做老爸爸，互因所有的囝儿知你的信息。上主要拯救我。阮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要用弦乐伴奏来唱歌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无论拄着任何困境，拢有坚定的信心，诚心的祈祷，倚靠上帝的同在以及帮助，就会通得胜有存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